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27日暗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先带您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发生。今日台湾增加4例武汉肺炎境外移入，泰国官方嘛伫今日通知有一位泰籍移工为台湾返去了后确诊武汉肺炎。最近国内旅游真受民众欢迎，为平地到盘山拢有不少人潮，不过游客所有无应该的行为出现。 中国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伫今日早起10点准时关起来，中国政府的人手嘛随来接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今日下晡临时举办记者会，公布增加4例武汉肺炎的境外移入，分别是为赖索托、南非甲美国返来台湾。目前全台湾累计有462例确诊。 真值得注意的是，泰国官方今日中昼通知咱国，有一位泰籍男性移工进前为台湾返去泰国了后确诊武汉肺炎。指挥中心嘛表示，除了向泰国了解相关细节，嘛会继续调查这位移工伫台湾的接触者，无排除是伫台湾患着武汉肺炎。 国内武汉肺炎佫新增加4例境外移入的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第459例是去年12月份到非洲赖索托做工课，今年7月19小连续出现头壳痛、流鼻水、杂鼻、皮无芳臭等等的症状，敢若家己食药啊无去医生看。7月23拄南非坐飞轮机到杜拜转机，7月25回国入境的时阵主动通报，由机场人员采检才确诊。第460甲461是一对母仔囝，长期住伫南非，两个人7月21小连续出现流鼻水、脑尿等等的状况。7月25，两个人都杜拜回国入境的时阵，两个人伫咧机场主动通报，后生伫咧机场采检，妈妈是因为发烧直接送病院，采检了后两个人拢确诊。第462例是今年2月份去美国探亲，7月20返来台湾时阵无症状，毋过居家检疫的期间出现皮毛芳臭、喘气、真喘等等的症状，经过电工检查有肺炎，病院采检了后才确诊。 4位他们在飞机上都自述都有戴口罩了，还有一些甚至有人还有穿防护衣之类的。另外，台湾接到泰国官方通知，有一个伫咧台湾北部做工课30多岁泰国籍男性移工，7月2日到台湾坐飞轮机登去泰国了后，25确诊武汉肺炎。指挥中心表示，这移工的公司也有其他8个人拢是泰国籍的员工，相关的接触者甲卡者拢搁伫咧疫情调查当中，目前无排除感染源可能伫咧台湾。 这个确诊的个案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病？因为现在讯息都不是很清楚。那我们会先针对他的同住的这个接触者，会先做隔离啦，就是不排除是本土病例嘛。 指挥中心强调，讲这泰国籍移工是伫2018年1月17日入境，一直到今年7月2日才出境，期间拢无出境的记录。目前除了向泰国查清楚个案发病日子甲检验日子，嘛随调查个案伫咧台湾的接触者，若是发现密切接触者有症状，得送病院来隔离。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股市的表现，因为台积电伫美国股市的表现好，伫台积电带动下，台股今仔日盘中指数把起到382点，创下12686点的新高纪录，上尾是收伫12588点，嘛是有史以来上悬的收盘计数。 资金行情发降，加上台积电可能接到英特尔7奈米专单利多刺激，台股开盘上气势，以起超过300点开出，短短15分钟就站上新的目标。盘中指数超过12682点，上悬来讲12686点，改写历史新高。台股中场起284点，收伫12588点。台积电收盘工上起停板424.5块，七代提升到11条。 这个指数大概只有台积电占的百分比比较高，其他的这个涨势并没有那么多，跌势比较多，所以似乎是有单方面在操作台积电的这种股市行情。 股市分析师表示，台股创新高，主要是来自台积电供气的贡献。台积电每起1块，等于是贡献台股指数大约8.5点。台积电拜一大起就贡献台股达到327点，也创下历史新高。不过，第一注意的是，除了台积电、联发科加联电等起势表现，台股拜一起根数只有150间，落盘间数却是763间。晶圆代工、封测相关的这些半导体都有一些比价的空间，会在台积电拉高之后，开始大家更重要的是世界的资金会看到，相关台湾这边半导体的实力
那当然也会推升台股在长期的评价在往上走。台股徛上历史新高，中央大学发布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总指数淡薄仔提升0.66点，其中道指股市时机指标呈现提升。国发会也发布6月景气电报，连续4个月都代表转向的黄拿丁领先指标连续2个月提升。这次的回升你看只有2个月，那它回升的幅度其实很小，不到1%。所以不管就它的持续性跟它的那个累计的这个增幅来讲，事实上都不够显著，还要再持续的观察。国发会表示，近期全球疫情再次升温，主要国家正经将都继续升温，恐惊会影响咱国外贸扩大，有关爱注意可能带来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因为统筹分配款，地方政府拢向中央表示，希望会当看到地方的需求。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每一个县市长替家己的县市争取预算真正常。新北市长侯友宜讲，为着预算一定共拜托，但是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讲，中央无财政纪律。7月25日，行政院长苏贞昌到高雄府选，宣布核定补助高雄4000亿，予新北市长侯友宜化工真心线，嘛引发统合分配款的争议。27早起到南投中心新村参访的苏贞昌回应表示，县市长为家己的县市争取预算真正常，佮讲伊拄啊上年的时阵，佮予新北市宽总线2000多亿的经费。当到行政院长，在预算的补助上，我们一定尽量做到能帮忙地方，像我一上任就补助给新北市环状线就2000多亿。为了争取预算，侯友宜隔空破话，希望中央会当公平的对待。不过台北市长郭文铁态度煞无啥共，伊呛声中央无财政纪律。有一些中央的补助，并不单纯中央全部拿钱出来。我经常是急公，拜托再拜托。不是给预算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钱花下去不见得用得掉。第一个不见得用得掉，第二用掉不一定有效果，所以是这样的。这种砸钱的政府，有时候觉得说完全没有财政纪律。来看2010中央统合分配款6都内底，台北市上济有524亿，高雄市451亿第2，新北市404亿第3，台中市有358亿，台南市比台中市减8亿，上少的是桃园市263亿，嘛予桃园市长郑文灿甲台南市长黄伟哲认为真无公平。我们升格以后负担增加，我想对桃园来说是最不公平的。也希望说，苏院长能够看到这个现象，能够多帮忙一些南部的县市。台中市政府认为，台中市已经是全台第2大的城市，但是伫中央统合分配上，算是6都内底排第4，分配金额无到6都总额1/6。毋但是台中市各县市拢强调，需要资源用伫建设地方，佮仰望中央会当公平分配。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内旅游真受欢迎，为平地到悬山拢有袂少人潮。不过游客煞有无应该的行为出现，提醒民众出外欢喜佚佗，嘛爱会记哩保持公德心。咱市的野游国小有几个游客入去学校内底，这群人雄雄爬起哩学校的旗高，哪做耍哪比赛。不过这煞互咱市的民众真生气，因为旗高对因来讲有真重要的文化意义。乡运的时候，在升会旗、升我们乡兰屿乡的旗帜的地方，那其实乡民看到比我还要生气。遐若伫咧溪头休困日，平均一天入园的人数有8000人，平常时嘛有7000人，是超过园区适合佚佗人数要1倍。因除了调整停车费，大台车起到150块，小台车120块。遐若入园嘛开放先攻票的时段，希望透过用时间上分配入园的措施，减少环境的压力。不过违法煮物件，或者是伫咧林地非法搭休困的病仔，还有偷走票等等的情形，也是真普遍。包括这个炊煮啊，还有采摘一些野菜，还有一些就是在园区里面这个大声的播放一些音乐。另外，伫咧雪霸国家公园，嘛有山友反映桃山、甲新达等等山厝的用地，去用布棚长期霸占咧。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已经做劝导，未来若有具体事情会依法裁罚。针对这样的行为，我们已经打电话跟协作团体做沟通，他们也
愿意跟同意来以后不会有这样一个行为发生。对于违法入园跟违法搭帐篷的行为，我们依照国际会员的规定进行裁罚的一个动作。目前武汉肺炎疫情有较长好，佮拄好拄着休热大月的时间，无法度出国去度假，所以国内旅游甲休闲的活动，人是客甲杂通通，嘛出现袂少乱象。主管单位敢会当想办法来应变，嘛呼吁民众爱发挥公德心甲公平的素养。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美国甲中国互相关的领事馆关系紧张。第27早起10点，成都的美国总领事馆准时关起来，中国政府人员嘛随来接手。27早起10点，中方人员甲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大门开开，用真大布条甲领事馆的字查条例。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即是去予中国接管，而且伫早起6点18分，领事馆顶悬的美国国旗嘛偷偷降落来，美中的关系嘛那像是降到极点。中方要求美方关闭驻成都总领馆，并对其实行接管，是对美方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并强行进入其馆舍这一无理行径的正当和必要反应。为着保护美国甲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关开，而且硬弄入去，中国外交部强调讲，甲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关起来是符合国际法甲国际关系必要准则。中国予美方3天的时间撤离，拄25到27早起3天之间，领事馆的人员无用伫包物件，出动14台火车甲吊车来回运送物品。领事馆外口拄26下晡就上真侪民众伫遐，大家拢摕手机出来，等待要翕一个历史性的时阵。我有一封公开信，我想给到党中央。我是一个普通的爱国者。中美之间出现目前的局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责任完全在美方。我们再次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美中关系继续恶化，中国外交部嘛希望美国随纠正错误，互两国的关系会当重新恢复正常。若是根据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官方网站，领事馆有200外个员工向向关开，预计超过150个中国职员会面对失业的状况。环球时报总编辑欧谢进是伫咧微博表示，有部分中国的雇员对美国领事馆改聘的补偿感觉无够。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南海战略态势监伫计划平台伫推特公布，美军一只 P-8A 巡逻飞行机7月26日挖进中国海岸，大约只距离76.5公里，真有可能是上接近中国海岸的一边。伫同一天，嘛有2只美国的军机飞去南海。中国央视嘛来公布，中国解放军伫南海演练的画面，两国对价意思真明显。目标南海。中国解放军进行实弹射击的演练，战机伫海顶是飞真低，攻击海顶的目标，出动几10只战机，甲几千个弹药，还有地面部队随时待命支援。中国官方媒体央视公布训练的画面。伫同一天，中国南海战略态势监视计划平台推特公布讲，美军一只 P-8A 反舰巡逻机为日本落南飞对中国。下晡2点左右，离浙江福建之间的领海基线才41.3海里，差不多是76.5公里，就随个倒转去。美军的飞机其实过去基本上就是沿着台海中线在飞嘛，那么现在等于就是说偏西边台海中线的西边嘛，当然就变成说离中国大陆变得比较近了。他们是想要更近海的去靠近中国大陆那边去收集更多的资讯。通常一般来讲，我们这样就是12海里的领海加上12海里的经营水域啊，大概48海里的距离来说的话，这都已经是接近陆方忍受的极限了。美军军机真正伫咧台海出现，尤其是7月26早起9点，E-8C 指挥机先飞入南海，这嘛是7月份第5届。接落来 EP-31的侦察机嘛来啊。同一天下晡 ，P-8A 反舰巡逻机出现伫咧台湾北部的海域，离中国海岸无甲80公里，真有可能是美军侦察机上接近中国海岸的一届。因若这嘛是美军头一届。同一天，伫咧台湾东北2边升空，佮加上中国解放军公布南海演练的画面，时机是特别敏感。美军的军机这样一直在中国大陆这周边这样子飞嘛，会不会中国大陆认为那是军事上想要故意挑衅嘛？我这种就表示说解放军很强大，这个你们不要随便来惹我。美国军机挖进中国的海岸，佮加上定定进入南海情疏，敢若是要加强对中国解放军动态的掌握。若中国以公布演练的画面来反制，嘛，互美中冲突的气味是愈来愈高。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香港出现第三波武汉肺炎的疫情，今日搁再增加145例确诊，连续6天出现超过100例确诊。港府也宣布29开始，规港禁止伫餐厅内食物件，强制民众挂喙罨。另外，中国伫26增加61例确诊，除了疫情，中国也搁有做大水的天灾。 香港第三波武汉肺炎疫情全面爆发，27宣布各增加145例确诊，142例是本土个案，确诊人数各创下高12日新高，嘛是连续第6天超过100例。目前累计确诊的人数有2779例，也若7月份到今，香港已经有1300多例确诊，等于是无到1个月，就超过过去半年累计的确诊人数。另外，各增加2个患者死亡，目前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0例。 一若长照機構情形嘛是真嚴重，是這波疫情嘅重災區。屯門嗰間康和護老院呢，就係多咗13宗確診個案啦。咁而家總共咧就係有3位照顧員啦，同埋21位院友咧確診嘅。盡量咧係留喺家中，減少社交嘅接觸同埋外出用膳，呢3點係重要嘅。香港政府各個防疫措施優化案29開始禁止喺餐廳內底食物件。 限聚令由4個人縮減做2個人，嘛強制規定講，無論伫咧室外也是室內，攏愛掛喙罨，一若體育館甲游泳池嘛攏關起來。另外，中國疫情嘛擱加懸，26新增加本土病例57例，分佈伫咧新港、遼寧、吉林，其中遼寧大連市累計確診38例，是疫情嘅重災區。一若中國這個時陣嘛要當咧做大水，長江流域嘅河北省溫溪市25落大水後，幾啊隻車伫咧水裡浮浮沉沉，人家厝嘛淹去，有一個男性伫咧厝內底險渡水，是冒險爬去咧岸頂。目前已經知影5個人死亡，1個人失蹤。一若重慶武隆區大水河地疏水崩山，形成一個大湖，恐驚有崩壞的危險，有500多個居民逢緊急撤離。現在堰塞湖已出現了異化現象，最大威脅就是下游的一個電站以及沿途的老百姓的安全。 長江第3號的大水，佫佇咧水頭形成啊！中國水利部發布消息，27暗時三峽水庫上大流入去水庫的量增加到1秒鐘6萬立方公尺。同一個時間，長江第2號的大水嘛佇咧中游繼續佇咧行，大水的情形是真危急。記者綜合報道。 中國籍一隻運輸船昨暗佇咱國的經濟海峽傳出冰船意外，目前救起來1個人，4個人罹難，也佫有4個人找無。海巡署表示，意外地點是佇台灣的海峽，中國的船仔定定超線來偷挖海沙，毋過因為人道因素，咱國會全力來救援。 海巡隊半暝出海執行搜救任務，因為26暗7點，偏烏7米西南方48里，俗稱台灣灘的海峽，傳出有中國籍的運輸船冰船，船頂9個人墮落海，中國率先派出直升機甲公務船前往搜救。咱國海巡署隨後接到中國通報，也隨派出艦艇到嚟救援行列。接着分署立即指派中部地區機動海巡隊的台中艦、金門艦及澎湖海巡隊的3583艇、RV 洞3艇。 緊急前往救援。因為這件救援案件發生台灣海峽中線以東，空軍司令部證實中國的搜救直升機一度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搜救。中國的運沙場有翻覆，那中國的救援直升機來實施人道救援，那這一部分我們空軍都有全程掌握。海巡署表示，迄邊26暗通報咱國經濟海峽偏烏7米西南外海的台灣前部有增加非法盜採沙石仔，遂派出台中艦前往驅離。毋過到中國接到中國通報，同一個區域中國運輸船有冰船意外，海巡人員因都考慮介意協助對方進行救援。截至本日14時，目前共尋獲1人，4具大體，4人持續搜救中。 除了出動直升機甲艦艇，中國也閣動員18名參水人員落水搜救。目前落海的9個人，也有4個人失蹤無被找到。海巡兩岸也將繼續搜救，找出失蹤船員。另外，冰船原因有待釐清。記者綜合報道。 高雄市一名姓張的男子，7月18甲山友做伙去行旗山旗尾山往美濃林山這條路線，不過技術因為天氣熱掉山，落落去山坎。山友發現了後，通報消防人員，不過找到人的時已經無性命現象。另外，佇今日有民眾佇尖石山區意外跋落山溝，人不幸過往。看到遠遠的山峰，山腳的美景嘛攏看現現。東邊看去是中央山脈。
西边是阿里山山脉，中央隔基山溪甲老龙溪，基隆直行是第3届真有名直行的路线，吸引袂少山友去爬山。最近有一个民众去爬山，可能因为天气伤热，掉山了后摔落，不幸死亡的消息。患者已明显的死亡，员警到场以后拍照取证，再由消防人员会同员警将患者运送下山。这个月18早起，山友一家人拢总4个人为基尾山爬起哩。原本按算下晡2点半落山，不过大家到山顶的时阵，煞等无行伫咧上后尾姓周的山友，大家等1点钟了后，就赶紧敲119报案，才发现伊已经发生意外。基尾山环境保护协会理事长讲，基隆直行海拔差不多300公尺左右，为高雄基尾山地景桥出发，到美朗人头山山顶，路顶有网顶崖，阁会当看到美朗黄金金的稻仔田。拢总有5公里长，估一抓3点半钟就会当完成。整体来讲，困难度并无悬。研判可能是因为天气伤热，无啥物通好养的所在，才会致使掉山发生意外。接近中午的话，你就是自己的防晒啦，还有你的饮水最好是一定要结伴，可以互相照亮。爬山的话，有什么意外会发生，大家都很难预料。因若日7早起10点，新德关尖石乡山区的部落，有一个67岁的游客，步落深度差不多有4层楼高的山坎，救援人员把伊救出来了后，赶紧送病院急救。不过到病院进前，这个游客已经被喘气啊。医师嘛提醒讲，除了避免伫咧早起10点至下晡2点做长时间户外的活动，伫咧较湿较热的环境，或者是做伤激烈的活动，嘛应该补充水分甲盐分。才会当预防热衰竭甲掉山所带来的危害。记者综合报道。即阵袂少农民会用无人机来喷药啊，解决欠工的问题。不过目前全台湾只有17个人有合法的资格，尤其佫传出有一位饲奶的妈妈去互无人机的农药喷着。虽然违法使用上重会当罚15万，但是毋若收集证据困难，连违法的当事人嘛无好找。无人机豆豆飞起哩，桃园青年农民推动智慧农业，用无人机转农药啊，讲会当提高3倍的效率。不过6月份的时阵，嘛咧种稻仔的贾小姐，骑乌多摆经过宜兰市南桥路，煞雄雄去互物件喷着，原来是无人机伫咧转药啊。这个贾小姐迄当阵还搁咧饲奶的期间，互药仔喷着，伊是惊一条。当下的恐慌非常强烈吧，我面对未知的风险，大人的不小心，可是是孩子在受罪啊。贾小姐赶紧去洗洗咧，尾手有找到残主，才知影讲是去互砂糖剂白面林喷着。伊嘛真烦恼讲，因为安尼就无法度继续饲奶。虽然伊有去报案，不过残主说讲，伊毋知影代理喷药的业者是啥物人，到当要找无人。我希望我会是最后一个，但是我怕不会是。农业欠工人，用无人机来转药啊，会当解决这个问题，提升效率。按目前的规定，要有无人机操作，甲代理喷农药这2张证照，而且以法人的名义来代理转药啊，嘛要遵守伫咧风的速度3公尺以下才会当飞，还有关度，爱离农作物4公尺以内等等的规定。不过农民指出，有当时啊风吹过来，药啊也是喂甲规世界。这风一阵来。记不起来呢？啊，今日爱记有记，记不起来，今卖穿裤。哦，卖穿裤。伊行无丢伊事着，伊过啊，你过啊。风检局表示，无人机伫咧转药啊，若是喷着民众，会当比较车祸事故，甲代理转药的业者要求赔偿。不过，贾小姐的案件是连喷的人还阁找无。另外，业者若是无甲农药以安全的倍数套互报了后才使用，上重会当裁罚15万。不过，因为搜证真困难，清在稽查人员到现场的时阵，人已经拢走了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新闻，根据路透社的统计，拉丁美洲各国的新冠病毒确诊总数已经有432万多人，超过美国甲加拿大2国的总数字。另外，伫美国的佛州确诊病例已经超过纽约，是全美国确诊第2济州。为民众，这位厄瓜多的查甫囡仔骑脚踏车载着狗仔拍拍走，人甲狗拢挂喙暗鼓嘴的模样，引起各国网友的关注。事实上，拉丁美洲即马是全球疫情上严重的地区之一，各国累计确诊病例加起来达到43万2千多人，比北美洲的美加2国合计也阁加出1万8千多人。以单一国家来看，南美第一大国也是冠过美国以外第一，超过241万人。也安尼，当年吸引300万人潮的纽约海波跨年宴会。今年底将会停办。A gente sabe que a epidemia está feia, está de arrebentar mesmo, mas se não tiver a festa aqui com aquela população, não tem rio. Não tem rio, vai ficar triste. Deveria ser feito avaliar a situação. Se dominar, controlar a doença, tiver um remédio, uma vacina,
faz os encontros, mas se não tiver, não tem como fazer porque as pessoas podem se contaminar. É uma questão de segurança. 伫单一国家病例上侪的美国，路透社引用的统计指出，非洲的累计确诊人数伫26来到42万3800多人，超过纽约的41万5000多人。路透社的报道讲，正伫7月了后，非洲平均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万人，上悬纪录伫7月12是15300人。同期间，纽约的单日新增病例会当讲拢伫1000人以下。英国天空新闻的分析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封城甲解禁的时间点掌握。非洲是全美国上晚实施防疫管制，也是上早放量管制的几个州之一。这波病例增加，就是为6月初部分解禁了后开始。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非洲民众，特别是少年人，无严肃看待疫情的严重性。天空新闻分析，新增确诊病例的人口变相后，发现6月了后出现的确诊感染者平均年纪大约40岁，比疫情拄开始的平均年纪就10至15岁。非洲州政府认为少年人无爱受约束，对遵守防疫规范无信道。美国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佛奇也支持这个论点，并且要求有关当局爱加强宣导，让少年人知影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前几日是连续假期，搭配进行国旅、高土的活动，和各地佚佗的人增加袂少。不过，伫福冈成本的确诊人数是搁来创下新冠纪录。真久的设施门口，游客用酒精消毒双手，搁工作人员斗3工磅体温。日落是日本4天连假的最后一天，搭配进行国旅高土活动，真侪观光业者用优待介绍，让观光客增加经济。各地观光设施的防疫工作嘛唔加放轻松。対策十分してますので、皆さんぜひお越し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ってます。除了密闭的空间，强制挂嘴暗，爱保持距离，佮对真造的设施固定消毒，让游客会当安心佚佗。虽然安尼，真侪景点的游客依然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当然，餐饮业者因为疫情又搁开始咧拖，业绩嘛只有去年的一半。最多記録ですって言った途端にキャンセルの連絡がたくさん来ますので、昨日までの成績で、去年よりちょうどぴったり50%。第二连假最后一天，福冈成本的确诊人数分别是90个人加21个人，双双创下疫情以来一天确诊人数的新高。各部分民众因为工课也是探亲，去东京了后感染病毒。离东京日落的确診人數是239個人，離七是131個人。都民の皆様方にはご協力もいただいたこと、都の医師会がおっしゃっている我慢の4連休とおっしゃっていましたが、それぞれ工夫されながらご家族でお過ごしになったことかと存じます。ご協力いつ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为了振兴观光产业，日本政府佮打算要结合高土活动，支援企业伫个观光地设置卫生办公室，让民众会当用拿工课、拿度假的 workation 新的工课方式，进一步振兴观光经济。记者陈世彤整理报道。因为新冠病毒影响，挂嘴暗正做全球共同的防疫措施。亚洲国家民众配合度普遍较悬，但即阵伫重视自我的欧美社会，也已经渐渐接受挂嘴暗防疫。一包手机锁匙，即马全球数十亿人出门随身物品各加一项，迄就是喙暗。新冠病毒入侵全球，感染超过1500万人，夺走超过60万条宝贵性命。喙暗成为防疫之上必需品。伫利他观念较普遍的亚洲社会，接受配合度较悬。为春天到即马的热天，大多数的人，就算是流汗无爽快，也是乖乖挂好。결국에는 이런 중대한 위기 상황에서는 그 타인에 대한 배려나 그리고 사회 전체적인 그 후생에 대한 고려가 필요하기 때문에 นี่นะคะก็คิดว่าเราควรที่จะใส่หน้ากากเพื่อส่วนรวมอะค่ะเขาอาจจะไม่ทำเพื่อตัวเองแต่เราต้องทำคิดถึงคนอื่นเป็นหลักอะค่ะตรงนี้泰国近2個月無出現本地傳染案例，政府漸漸放寬防疫限制。學校校區國內旅行開放，不過伫交通工區，政府機關、學校甲公共場所也是愛掛喙暗。香港最近確診案例增加，政府也採取喙暗相關的規定，不過有30經驗的香港人，大多數已經自發的掛幾個月。另外，日本民眾原本就慣習掛喙暗，預防春季的花粉症甲流感防疫要求較好配合。
抑阁有伫爱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民众较无爱听政府的强制命令，怀疑翠安防疫功能的人侪随着疫情恶化，也不得已接受真紧的发展出表达自我的翠安流行。The good thing about it is that it represents my culture. It represents Africa, and I'm from Africa originally. So it was the right way for me to make a statement.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间统计，纽约市的翠暗明成效了后，逐天的新增感染率降3%，全国其他所在感染率是继续增加。市调分析机构预测，到2025年会当重复使用的翠暗产品，期待将会达到1.7亿美金。比重清查部落企业大量推出翠暗增容，开创新的流行话题。 So that's a big trend right now. So I think that'll be translated throughout the fall season and all of 2021. 受疫情影响的流行业真紧找到新的商机，为精品甲服装拢搭上翠暗列车，销量好。有顶级品牌推出抗水晶的500块美金的翠暗，大约代表15000有人买。有品牌推出535块美金，大约代表1000左右的平价组合，每一组也阁乐观10块美金做主线。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到台东案的争议，市场派进前向经济部申请召开股东临时会，台东公司下晡嘛开记者会，公布目前所发现市场派违法的中资总经人是香港联合集团，呼吁经济部是毋是查中资的问题，再来考虑有要召开股东临时会无。 台东经营权的争议继续伫咧滚价，就伫咧进前市场派向经济部申请召开股东临时会了后，台东公司下晡嘛召开记者会，公布目前所发现的市场派因背后违法的中资总经人是香港联合集团。2019年6月30号，看到没有？它已经出现台湾投资了。到2019年12月31号，变第一大投资了。OK， 所以呢，我们认为。 在金管会1月17号裁罚以后，有人去承接了大同的股票。台东公司表示，对香港证交所查到目前有台东1.28%持股的新港投资，伊的大股东就是替中国第三商任国良正手或倒手，规避金管会调查总经人、甲资金投资者的香港联合集团，而且任国良过去违法买台东的股票，牵涉中资的记录，总共向金管会进行3届调查。 佮查到香港维嘉抵押公司、甲亚型投资公司，拢是任国良的认投公司，而且拢有台东的股票，所以希望经济部会当先查核，啊，佮认定感受中资的问题，再佮慎重来考虑感受必要来召开股东临时会。我们已经跟主管机关呈报了非常多次，有关于这个入资协议的便利账户，或者是这些相关的投资账户。 希望这个主管机关能够尽快的查出这个背后的真正的实质的受益人是谁。都是在乱讲啊，都 OK 到这会，当然我们支持那个政府去调查嘛，好不好？我们会希望就是说这个意见赶快回来以后呢，我们会赶快来讨论会怎么做处理。 经济部强调讲，已经小连续收到2阵小股东来申请召开股东临时会，会等待台东公司分别做意见表达了后，再来思考后续相关处理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李美珍的涉事论文风波，引起一连串论文抄袭甲代写的争议。立委关批定指出，学位受污法2013年增加论文代写罚则，但7年来只有罚1件。教育部统计，最近4年来，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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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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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时讯息。代写罚则，7年来敢若罚1件。今年委托专案办公室主动来查，陆续查到60件疑似的案件，确定开罚2件。我也常常他
不一定要配合我们的一些法令规定去泄露他们的个别资讯。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就是会告诉他们说，这些在我们国家是违法的，请他们针对这个广告要下架。教育部统计，这4年有27间学校、37间学位撤销，其中17间是偷抄别人的论文。撤销案件内底，在职专班一半以上。但是不管是一般学生，也是在职专班，事后工会指出，关键也是指导的教授爱负责任。口试的时候，如果他严格把关，从口试就可以知道学生是不是勤能代谢的。学生的能力、论文、专业的判断，指导教授上界清楚。游泳会讲，若是无清楚是失责，若是放水更加爱追究责任，呼吁检调以早起来办理，改善状况。记者从新志明台北报道。政府最近推出各种票券，希望对各行各业的经济有帮助。不过，伫婚姻馆的机能阁甲导游观光工场，民众使用振兴券消费的意愿就差真多。若伫大东馆，大卖场收到的农油券占多数，对小农来讲帮助并无大。婚姻即间前站机能阁观光工厂振兴券发行进前，就开始准备要抢攻市场。也毋过业者观察，这2个拜6礼拜营收状况，振兴券收入的比例却无所想的安尼。上营业额的话是大概是1.9%，还是大多都会以就是信用卡或者是现金付款的方式会比较多一点。也毋过，伫斗六工业区导游观光工厂，假日营业业中却有挖5成游客使用振兴券。也算是还不错，有占到4到5成左右的营业额，都还是客人会使用振兴券的方式。振兴券的使用可能要看消费者的介意。伫大东县农委会推出的农友券，也毋是每一个农村甲农民拢受益，消费者也是较爱到农会大型购物中心使用买名册商品，像美国学校边仔的小农蛋，扣这款会到特别到。很多的客人因为农油券250块，他可以购买农特产品的话，乖乖一箱刚好300块嘛，那他可能只要贴50块就好。今天都只有收到1个农油券而已，大部分都是小额现金啦，对啊，然后他们就可能那种200啊，还是250那个，他们可能就会找大卖场。政府提振百业经济，发出各种会当做现金用的券，敢有效果，也是爱靠各行各业拍拼开花。也毋过弱势小农可能就需要政府加斗相甲宣传咯。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热，台中袂少山区的里长加一项抓蛇的任务，这是因为委外抓蛇业者来的路途通常拢爱超过1点钟。虽然台中市府明年开始会划做3区分区委托，不过民众认为区域爱阁缩小，才会当解决问题。打接到电话，里长赶紧出门，手灵抓蛇的业啊，赶紧去民众人家厝外口抓蛇。我们一定先看一下周遭石缝之后，我们可能会再观察周遭的草丛的部分。草埔甲花骹拢爱详细找，毋过要是找无蛇的形影，无抓到蛇，里长甲当地职工拢是真生气嘛，真无奈。因为若是要等委托的厂商来，至少要阁等1点钟。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自己先抓起来，然后等待有关单位来，我们再交用给他。台中太平头汴坑山区今年温度是特别悬，嘛互蛇真接出来活动。当地里长讲，今年5月份到7月份都抓到5、6条蛇。不过台中市抓蛇的业务，为2019年开始，就已经委托厂商，便若发现有蛇，就走来找里长斗3工，就算民众敲119，要是会转互委托的厂商。你若想为要通走开，你会惊哦？啊，阮里长就甲我通报，啊，我就随走过了安尼。系啊，所以阮抓蛇的记录吼较紧啊。不过，里长表示，大概抓蛇的人员若到现场，蛇就已经走去啊。甲英国消防队10月份就会当到现场，是天差地。市府农业局解说讲，根据市府契约的内容，厂商2点钟以来到位，拢有符合规定。未来会对厂商加强要求。委托厂商时间再给他压缩了，再缩短。由2个小时缩短成1个小时啊。台中市农业局表示，规划为明年开始。会甲台中市划做3区，委托民间的业者分区来执行，爱甲到现场的时间缩短做1点钟。不过民众要是认为讲1点钟的时间要是伤久，希望市府会当阁检讨目前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集团处有民众过马路和车辆弄受伤甚至死亡意外，高雄市府交通局今日检视路口环境，调整相关的设施，希望保障路口用路人的安全。
下班时刻拄到，民众今要转去，人车争道现象，不时传出行经过路口，互车辆弄着伤死亡的悲剧。为了避免类似案件发生，高雄市交通局检视路口人行环境，伫27点钟交通号志表示，互行人过马路未过相共。过马路时间有点紧迫，对，然后就是说，假如这样走过去的话，时间不够，就是可能要跑什么的，然后这样子当然会比较安全。南高雄比较老人化，所有时间应该拉长。以高龄驾驶同行的速率每秒0.8公尺作为通行时所需要的标速。高雄市府陆续完成全市25公尺以上的道路检视，拢总检视159个路段，1828个所在路口调整延长，630个路口行人通行标速。以另外寮国中正的一个路口来讲，尖峰时段55秒，正式今麦的65秒，为过马路的人争取更较侪时间。过去行人通行的秒数是按1公尺1秒的步行速度来计算的。目前高龄化时代，那我们会在年长者出没或是说年长者事故率比较高的地点调整。除了这之外，为了让年岁大的人过较长的马路有休息的空间，在路跨40公尺以上分隔到跨度大过1.5公尺的路口，试办行人庇护岛。在林雅寮区、新兴区、甲左营区，比反映事故较侪5个所在先设置。万一时间不够的话，可以在中途停顿，对安全性会比较好。除了秒数久长，买车开车骑车的民众加一点耐心。交通大队也提醒，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中，拄到行人过马路时，无论敢有交通指挥还是后置指示，拢应该暂停让行人先通过。若讲违法，可能罚款10治以上3triệu6以下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东京奥运因为疫情延1年举办，国训中心为着检视奥运培训队选手现阶段的成果，8月初1到初8将伫中心举办模拟2020东京奥运对抗赛。因为考虑到防疫无开放民众入场，毋过会当透过公司顶频道转播收看现场的比赛。全球的疫情是真严重，台湾因为防疫做了袂歹，奥运培训队的选手也会当维持正常的训练。不过几个月落来，无法度去比赛，难免心情淡薄仔郁卒。毕竟就是在以往的经验，其实都是每1、2个月其实都会有一场比赛这样子。其实这是我们自己心里应该去调试的地方，把心理调试好之后再做出发这样。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安怎？选手、教练甲协会拢想要知影。若晚年底国际比赛可能会陆续恢复，选手要甲比赛的状态搁找倒转来。若国训中心伫8月初会办理12个项目，模拟冬奥的对抗赛。我这次会展现，就是我这段时间有一些新的动作的成长，或者是对于整套的稳定性更高这样子。希望还可以更好这样子，因为毕竟自己觉得全中运的表现没有那么的。自己没有那么满意了，所以我希望经过几天后的调整，我希望模拟赛的话可以让我成绩更有突破这样子。为了提升对抗性甲强度，羽球世界球后戴资颖要挑战男性的选手，若标称相同，郑兆春甲黄世芳嘛会正面对决。选手讲，就算伫台湾比赛，嘛是真好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山林资源丰富，愈来愈侪学校会带学生爬大山，替青春留下难忘的回忆。尤其伫出发前的准备甲自我评估的能力是上重要的。亲像政府推行的山林教育，就是希望民众有基本的爬山知识，和山林转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登顶了，好漂亮，好漂亮！够漂亮的啊！透大风，落大雨，由原北起到台湾上悬的玉山顶悬。台中丰原高中对山者登山队的师生，因为有充分的训练，顺利克服这款天气。6个月，然后每个礼拜2都会留下来训练，然后回家再自己练1个小时这样子。爬山一定是爱有完全的准备，爱有能力、体能，然后嘛爱有健康的观念，设计一个专门的课程，会让伊循序渐进去了解这个山林。
这阵高中生通过所有随工的考验，克服惊寒的心理，准备交证，才开始这段头一摆入捌台湾山林的旅游。我没有想过我能够在17岁登上玉山。东卯山的行前训练，第一次背着玉山的行囊上山，对，到山顶时候忍不住就哭了。那一次我真的有吓到，因为真的好累，从来没有这么累过。伊唔但爱家己准备好，搁会安大家长的烦恼。出发前的可能1个礼拜吧，然后那时候在吃晚餐，然后又看到有山难，然后他们就把我叫过去说：“你看，就是大学生太闲，然后去爬山才会变这样。”他们应该有放心一点哦，而且他们后来也跑去开始爬山了。爬到山顶，敢若是形式上的目标，重点是过程当中学晓要哪和山林斗阵。户外教育工作者廖文全指出，会当伫山区多变的地形和气候当中来判断局势、了解风险。必要的时阵踢退，比起什么拢无管，一直弄起嚟，更较需要勇气和智慧。唔是伫咧山顶搬，应该是伫咧下骹搬。转来先听下你讲，我即摆爬一工，我无登顶，无要紧。我有啥物感想？应该是安尼，这大到掉，这才我感觉这才是登山教育啦。冒险运动这件事情啊，它的本质本来就是要你去学习怎么样掌控风险。会很多人会说，冒险精神，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冒险精神强不强，跟这个国家国力强不强是直接关系。原因是因为冒险精神，它就是告诉你说，你就是要经由你自己的学习，你就是要经由你自己的锻炼，然后去突破你自己的极限。会当掌握风险，登山就唔是冒险。把挑战国内外大山的台湾登山家张元迪指出，山林本来就是台湾都市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奇怪的是，对我们大多数现代人来说，山其实是完全脱离我们日常生活的范围的，就是我们走到山里面是一个跟日常生活脱节的一个经验这样子。但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可以知道这些历史的话，其实山有可能除了冒险之外，有另外一层意义是，它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山林唔乃是看水的观光游程，嘛不只是冒险精神的体验。山林教育和山林转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有登山的体能会当判断风险，有爱护自然的素养。伫人民心肝内藏一座搁一座台湾壮阔的大山。记者尤维珍林昆明台北台东报道。有台湾第一大花称号的油饼毛乌，因为花蕊的气味无好闻，所以佫互人号做雷公屁。伫南投有一位介意特殊花草的民众，种6年的油饼毛乌总算开花，嘛吸引民众来翕相。外形看起来就亲像高丽菜，但其实这是世界级的特有种油饼毛乌开的花。介意收集特殊花草的罗先生，伫6年前开始种油饼毛乌，总算伫今年开花。因为花蕊造型特别，嘛吸引介意原价的民众来翕相。这个很稀有啊！嘿，觉得怎么稀有？没看过这种，难得一见。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我对花都有兴趣了。油饼毛乌唔但造型特别，而且会发出亲像草酸的肉的臭味。这种臭味嘛吸引猴神来遮生卵。这就是蛆，白白就是蛆。对，我以为它在上面下蛋就对了。对，因为它够臭，所以它在这边下蛋。油饼毛乌是东南亚热带食物，逐年会伫春天开花，嘛因为会发出臭味，所以有雷公屁的讲法。伫台湾野外，若是运气好，嘛有机会看到油饼毛乌。虽然这种食物的外形毋是真水，但是却是真珍贵罕见的物种。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草屯镇旧市社区，逐个月拢会举办各种活动，唔来当互民众学手艺，嘛当增加社区收入。最近社区就请老师教大家做学粿，也佮有唱歌戏的技巧，嘛互大人囡仔拢感觉真趣味。先甲糯米粉、太白粉和再来米粉烂做伙，再来甲欠香过的香菇、虾米、猪肉和蚵仔角掺入去拌拌的，众人学做粿，细日仔甲切做一块一块，放入去人绳吹。等吹粿时间，大家就去听歌戏，也学唱几段。我做本身最爱食粿，我来遮就是要来学做粿，看歌戏，这是一个传统啦。嘛是一种行销，然后体验一下就是以前的辛苦啊，做那个粿是如何制作的这样子。
南投县草屯镇牛屎社区着望代表台湾味的芋粿和传统的歌戏卖直直失落，逐个月拢办一摆活动，互民众把过去的古早味找回来，也学一寡无同的手艺，像做手工饼。让我们传统的技艺就是流传，不要说流失了，让就是年轻人呢也可以来参加，然后长辈呢也可以来参加。牛屎社区的居民若看歌戏，若做粿，学老一辈的手艺，也检采联络感情，甲台湾传统艺文产业和食食文化继续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为囡仔角度来看世界，可能会出现真侪料想袂到的想法。有一位艺术创作者蔡元轩，伊的囡仔自细汉伫台语甲法语上母语的环境大汉。蔡元轩嘛将伊甲囡仔对话记录落来，完成一本母语诗集。山破一空，是牛在食山，伊食一细喙，山就无头去。伫咧溪边贴石头，阿明讲要放起毛桶起一间厝。伊写明母语是妈妈的台语和爸爸的法语。伫咧要不要写字的幼囡仔的时阵，就和妈妈婉璇做伙完成一本法语、台语、华语3种语言的诗集。囡仔甲伊面对的世界，感动伊的代志中，伊无文字，伊无搁一赞，伊直接是伊的想法甲语言啊，就出来。这是客厅，你看。内底有伊的房间，敢若是伊的衫掼，互我摕去做衫间啊。对两岁学讲话开始，阮选择那记录因母仔囝之间的对话，嘛开始来学要安怎写台语文。伊感觉是查某囝帮伊家己的母语搁捡回来。迄个时阵，拄好是囡仔发展当中开始在组织一句话啊，组织语言的时阵，甲迄个。高一个字斗做伙，还是迄词斗做伙。厝甲鸟咧跳跳跳，船伫海顶悬咧摇啊摇，加一个风足透的。囡仔的诗毋但呈现出新的看世界的方式，嘛看到物件本质的特殊的眼光。我感觉我为伊的话重新来理解我家己，甲阮3个之间的关系。爸爸是水，妈妈是酒。一本细细本仔的诗集，记录阿明2岁到5岁的成长过程。毋但采用传统的言字印刷，也和王昭华等等创作者合作，把诗唱作是音乐。阿明自然来运用台语、法语2种母语和天地万物的对话，阁会继续落去。记者由郑张玉水台北报道。公司受文化部委托按算设国际影音平台，不过洪质疑是要来对国外进行宣传，嘛无先向董事会报告。董事会伫今日临时开会讨论，最后以11票同意通过推进这个案。公司总经理赵文杰、执行副总谢翠玉、新闻部经理苏启真拢当场请辞。其实他就是有类似，例如说他访问总统啊、蔡英文，然后唐凤啊，然后张忠谋啊。公司受文化部委托，要来开国际影音平台，毋过当时帮消费强烈质疑。公司5月份就讲好的代志，经营团队所伫6、7月份的董事会点关，无正式提出报告，因为顶届董事会当中嘛一直有争论，所以27个加开临时董事会来讨论。毋过双边意见无同，你一句我一句，讨论公司敢是应该甲国际影音平台案件接落来。事实上，我们发现，在6月18号的董事会之前，其实公司内部已经跟文化部敲定了，如果这样的事情是连董事会都不需要知道的话，那这不是没收公事，什么才叫没收公事？会议采用记名的投票，包括帮消费总共4个人反对，其他11个人拢赞成通过国际影音平台案件。国际平台规划方向包括宣传台湾公卫防疫的成果，健保制度是各国讨论学习的模样。台湾是安怎接受新移民？在产业经济、人文、社会等等的方面嘛有报道。毋过伫咧宣传台湾的时阵，公司要安怎保持独立性？敢会当伫咧国际平台播出积极政府政策的新闻？我必须要讲，其实公共电视真的是自己很会清理自己，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的被一个这种所谓的包含置入行销也罢，包含这个大外宣也罢，我们不是会被牵着走的一个媒体。
说国际平台会当增加真侪节目预算来换案件通过。公司总经理周文杰、执行副总石翠玉当场请示。新闻部经理苏启正是认为讲，国际平台原本是好意，啊，毋过即马拄好是董事会准备要改选外界，伫咧无充分讨论甲社会共识的状况之下，就来进行，可能引起内外部更较侪议论。而且苏启正嘛当场宣布请辞。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花莲县、台北市、新北市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伫东部甲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侪云翕来天气。继续咱来看各地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水嘛上爱水的秘书啦。想要像我这么水，今仔日咱就来讲这个主题：装他。装他汉语写作装他，罗马字写作知恩装特阿他。装第1条，他第7条。装他就是化妆打扮的意思，因为头是咱人上界显白的所在，所以会开较侪时间装他头面的部分。第一步，咱通常会先洗面，把门根孔洗好清气，再来抹化妆水、其他的保养品等等。保养刷了后，才开始抹粉、画目眉、点胭脂。有闲的时阵，我阁会擦指甲油，也是去互人彩绘指甲。你看，敢唔水？甲家己装头好，阁较拍，心情嘛阁较快活。即马真侪查甫查某拢正够西装打扮，毋那是挂耳膏，连片啊、豆仔嘛拢有。也是伫身躯赤花真适拍，秘书我嘛真介意挂饰品，像金手链、钻石手指、珍珠耳膏、玉啊手环。不过这物件拢真贵，我只好拢要价。
有一句俗语讲：3分人7分钟，意思是讲人的外在3成是爸母生成的，另外7成就要靠打扮，所以培养家己的美感真重要。溜妆他、化妆、胭脂、指甲油、赤花、西装打扮，3分人7分钟。爱水无啥物唔对，因为介意家己，对家己有信心，是人生内底一项重要的功课。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等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